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受拣选做伊产业，迄个子民真有福气。上主对天顶在看，看见拢总的世间人。请大家来金丝俄罗上帝信息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大家起立来金泉首。
请坐。请阮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公义怜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阮做你的囝儿，守住阮丰盛的性命。今日组织阮来到教会，来敬拜学罗你的名。阮要用谦卑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甲启示。主啊，阮要用你来认罪悔改。阮的罪恶真重，生活中不时有歹的念头甲行为，骄傲、贪心、欲望、怨妒、纷争、生气、懒惰，互阮陷伫罪恶中。透过主耶稣的保护，恳求你赦免阮的罪，救阮脱离罪恶的试探甲捆绑，互我有清洁的心。阮的心要向你来拍开。求信心来带伫阮中间，有喜乐的泉源充满阮，帮助阮研读圣经，会当搁较了解经文的启示。每日反省阮的言行，互阮所讲所做，拢会当合伫你的旨意，成做别人的祝福。求你赐阮气力甲智慧，学习主耶稣的脚迹，勉励家己。甘心服侍，互阮知影要安怎疼别人，亲像疼家己。求你，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声，加添阮的信心，来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上帝做伙行。暑假期间，教会有举办济的讲座、课程，家庭、学生、青年嘛有真济的活动。恳求上帝看顾兄弟出入的平安，会当看见你美好的创作，喜乐和谐。只是阮也要为着身体欠安、家庭有问题、工会拄着挫折的人来祈祷。恳求上帝特别看顾安慰因的心灵，赏赐因信心甲气力，为因开路，早日脱离忧伤困苦的情景。求信心只是存伫阮中间，帮助阮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带领。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三甲来交读启应文第63篇。也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我来启兄弟来译。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阿伯比该阮献搁较好的祭礼予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就牵线去上帝遐。伊若受牵线，已经予上帝认定才来。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会得到信上帝有存在。对神，若对也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警告。对即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掉迄个要忍受山野的地的时，这个人通过因的神，
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伊的旨意是爱遮个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请三脚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有2位，第一位伫创世纪第15章第1节到第6节，第2位伫路加福音第12章32节到40节。创世纪第15章第1节，这个代志以后，上主伫异象中对亚伯兰讲：“亚伯兰，毋免惊，我是你的保护者，我会予你丰富的报赏。”亚伯兰讲：“至悬的上主，你要予我啥物？我一直无囝，要继承我的财产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阁讲：“你无予我后嗣，出世伫我家内的仆人会继承我的财产。”上主对伊讲：“你的继承人毋是即个人，你亲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上主就带伊去外面，讲：“你看天，算遮的星，你敢会算会了？你的后代嘛会亲像安尼。”亚伯兰信上主，上主就甲伊算做伊。第一位的圣经伫路加福音第12章32节。恁细细的羊群啊，毋免惊，因为恁的爸欢喜将伊的国予恁，就买恁的财产来种济善车人，就为着家己准备用袂破的基地来组织。用袂了的财宝伫天顶，伫遐贼仔摕袂着，蛀虫嘛咬袂着。因为恁的财宝伫倒位，恁的心嘛会伫遐。衫着穿好势，灯着点好条，着亲像仆人在等候主人对婚宴转来。主人转来，一个仔拍门，通随时甲伊开。主人转来的时，看到仆人真紧，遐个仆人真有福气。我实在甲恁讲，主人会家己衫穿好势，请因坐倒来甲因伺候。主人若伫半暝，也是天要光的时转来，看到仆人清醒，即个互仆人真有福气。即个主人若知贼仔啥物时阵会来，一定袂互贼仔侵入伊的厝。所以恁嘛着准备便便，因为人主会伫恁想袂到的时阵来临。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即时要请上年团契来阿罗上帝，所要因的诗歌是无限的疼。
即是要请三甲教会黄仁孝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毋免惊。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来到伫咱的中间，甲咱三甲分享。其实我毋是第一届来吼，我大概是2000年迄个时阵，捌来遮讲道也捌，特别是张淑慧牧师的时代。请我伫华语的部分来帮忙讲道吼，迄段时间，真多谢咱的小会的允准，也会当互我今仔日来到伫咱的中间，来甲大家三甲分享上帝的话，特别也分享阮三甲教会伫建堂的中间所领受的异象啦吼。咱真侪人拢会惊啦吼，袂惊举手。咱有真侪代志，咱会真莫名其妙会惊，吼，特别是对迄种看袂到的物件，咱嘛会惊，吼，咱伫生活的中间有真侪的物件会互咱惊。什么物件看袂到，咱会惊？你若问住伫东部的人，特别是华人，你若问讲，你会惊啥？伊讲惊讲吼。地动毋知当时会阁来，旧年4月初3种大地动，伊看会到袂？伊看袂到啊！即摆含科学家嘛无才调真准确来有个讲当时一定偌大的地动吼。咱真侪物件是伫迄个看袂到的中间，咱会惊。但是这甲咱的信仰拄啊相倒边呢？咱的信心是咧面对啥物货？看袂到的啊！拄则咱的客英文甲咱讲真清楚吼。我毋知咱会记住无？我想咱伫台语的部分，咱拢年岁较大吼。我会记细汉的时阵吼，若下课了看到人咧出状的队，同学就拢爱较紧掠呢，有无？会记得无？有人摇头啊。你毋知因咧惊啥货？因惊讲吼，你若名牌去互迄个内底迄个人看到，你就会互伊拖去，有无？捌听过无？哎呦，咱无共世代人。我伫咧想啦吼，我就甲阮同学讲吼，若迄个遮无才调，你炸调的就看袂到你，你嘛免甲信啦，对不对？伊的能力到安尼尔嘛吼。全世界吼上大的这个，咱讲艺术，还是讲白贼话是啥物货？甲啥物物件有关？你知无？甲月亮有关系啦。月亮啊，月亮有迷信，你知无？细汉的时阵讲，你若比月亮安那，耳仔就无去啊。我定下咧比，我耳仔搁伫咧，因为我毋是反骨吼，反骨画月亮画到尾啊，咱耳仔无去。其实甲伊画图无关系啦吼，伊是因为精神有问题啊，耳仔无去啊吼。真侪人对真莫名其妙的物件拢会惊，西方人嘛对月亮有误解呢。因讲月若圆的时阵会安那，迄2支了个迄个吸血鬼会走出来，有无？吼，西洋人嘛有几啊节，你知无？咱讲万圣节吼，其实万圣节本来是天主教传统的一个尊敬圣者的一个节期吼，愈变愈奇怪，愈变愈甲地方文化结做伙，特别去甲南美了吼，甲鬼啊拢连做伙呀吼。真侪人拢宁可信有，拢听人讲，就去拜，拜了敢着袂惊？嘛是会惊啦吼。咱有啥物物件会互咱一直惊？因讲到这个吸血鬼，都爱用啥物货？蒜头、搁银做的十字架，吼，有效无？电影讲有效啦吼，但是咱毋知影真正有效无啦吼。基督徒嘛有方法啊，对不对？基督徒有啥物方法？毋是安尼炸炸，毋是用蒜头，咱用啥？耶稣基督降世的时阵，上帝差天使讲一句话，伊的名要号做啥物货？4字以马内利。咱靠是靠上帝的同在，
毋是牧师挂的是水价，也毋是迄个蒜头，因为上帝亲自同在。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创世纪甲咱讲真清楚，上帝甲亚伯兰讲你毋免惊，后壁迄句话足重要，我要安怎保护你？上帝甲咱三甲弟弟会将伊的应允、伊的保守赏赐互咱，因为上帝是咱的保护者。咱要举目望山，因为咱的保护是对遐来吼。咱有真济的困境会互咱惊吓。咱伫生活顶悬，你知影伫迄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的中间，美国有足侪人当失去头路，我伫疫情的中间，我搁伫美国咧牧会伫我的周边，阮的兄弟姊妹有真侪人伫迄个时阵就失去头路啊，生活就领补助以外，就无收入啊，无收入啊，要安怎？伊就开始烦恼，开始惊，开始惊。咱伫肉体顶悬，特别是咱长辈伫年老的时阵，遮疼遐疼，对毋对？有真济药啊摕出来，逐个拢比济咱会透过医生的帮助，咱会心肝会郁卒，咱会烦恼，特别是伫心理上，咱咧讲的心灵对信仰来看，对心灵顶悬。咱有真济烦恼，真济软弱，但其实我要甲咱讲是讲，咱伫信仰内底上帝互咱有情绪是一种祝福，你知无？会无？你感觉你烦恼是毋是祝福？你感觉足奇怪牧师哪安尼讲耶稣有忧闷无？耶稣忧闷，甲当去克西马尼祈祷，佮拼凊汗，佮流血。耶稣伫好朋友死的时阵，伊安怎会哭呢？上帝有互咱有情绪，这是一种的祝福，会当互咱来宣泄。但是咱爱会晓得安怎喜乐、感谢以外，佮爱会晓交托互上帝。莫拢家己靠家己啦。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15章，咱看到一个亚伯兰。希伯来书讲伊是信心的老爸，但是咱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记载，伊是一个失败的哦。上帝讲你要真做大国，对12章开始伊受呼召，迄阵伊几岁？75岁。咱等于看创世纪12章伊75岁。上帝甲伊应允安怎？你要真做大国，对无？好，我问，国家的条件是啥？人民、土地、甲主权嘛。人民伊有无？3个人，伊甲因某甲伊的侄仔，伊有囝无？连看到影都无。上帝讲你要真做大国，这想讲这上帝一定有问题。我都75岁啊，我某65岁，佮讲我要会当生囝，所以伊就足巧的，伊安怎家己想一个办法。伊讲我的仆人中间一里一下，要真做我的这是伊的计划啊，这叫做人的计划，但是上帝计划毋是安尼啊。上帝的计划甲人的计划是无共款的。以赛亚书讲真清楚，上帝的路关过咱的路嘛，上帝意念关过咱的意念。上帝互咱有真济的困难嘛，爱咱来军队伊，来倚靠伊。所以咱看到讲，上帝要应允咱，是因为知影咱无才调。耶稣基督甲伊的学生讲：你若未开喙祈祷进前，你伫天顶的爸爸已经知影你的需要啊。所以安尼毋免祈祷，对无？祈祷的目的是要创啥？祈祷的目的，你若人甲你讲安怎祈祷的时阵，伊会甲你讲大概有5个部分。第一个认罪、感谢，搁来咧，搁来创啥？恶乐，搁来代求，搁来为着家己求。所以为着家己求是放上落尾呢。
阮的时代吼，考到大学的比25%搁较少啦吼。啊，会当读大学读的大部分都是对啦，我高雄人，都拢去咧北部嘛，大学拢差新竹以北较济嘛吼。啊，你若出来伫台北了吼，真侪人吼，啊读册读甲吼，啊拢足无用的，拢无咧甲厝里联络。啊，若什么时阵一定敲电话，爸，我无钱啊。当你若祈祷，就是祈求，你就是安尼啦。你若无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的主祷文第一句耶稣基督安怎教？阮伫天里的爸，迄叫做关系，吼，迄叫做关系。我伫洛杉矶长老教会牧会的时阵，捌收到一张批，迄张批互我到今还佫感觉心内足艰苦啦吼。因为我毋捌的人，伊对台湾老先生70几岁啊，伊寄批互我，伊讲伊的囝儿20几岁的时阵去洛杉矶留学，了后就音讯全无，嘛毋知安怎，伊即马就年岁大，身体佫无好，想要甲伊联络，伊知影伊伫洛杉矶地区，就并着洛杉矶长老教会啊吼，就写批互我，看我会当帮忙伊找无。当然我找无啦吼，我用真济办法，伫台湾的即个足济的社群内底拢对伊问，拢找无吼。这是感觉足啥物事吼，足感觉种真哀伤的一项代志吼。老爸咧找囝，意思就是讲，即个囝伊即马生活安怎，伊老爸知无？完全毋知影。如果咱是基督徒，亲像安尼，即个囡仔，咱有法度期待上帝对咱偌好？因为上帝完全毋知影，咱甲伊无关系嘛，吼。上届无古早个样敲电话讲爸，我无钱啊。第二句话就讲爸，母啊伫倒。吼，通常拢无甲老爸讲话，拢甲老母讲话较济啦吼。上帝照咱的需要想赐互咱，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拢无共款。真侪囡仔会感觉讲，我的老爸母对我拢无公平啦，对毋对？拢对哥哥姐姐较好，是安怎？人伊较熟啊，伊比你早出世5档6档，人已经熟悉5、6档啊，你才出来啊，毋是？吼，每一个囡仔的需要无共款。我嘛甲我的3个囡仔，一对双生啊，一个查某囡仔。我讲吼，我互恁的物件可能无共款，但是袂当用迄个物件来讲我有听恁无，我拢总听恁。但是我照无共款的需要，我互你物件，吼，安尼互因会当了解啦。上帝嘛是安尼，上帝毋是讲我互你落一台脚踏车，另外迄个都无介方便行，我讲我嘛互你一台车脚踏车，会当徛袂当徛恁兜代志，我都偏偏听你。上帝毋是安尼上帝啊，上帝是照咱的需要，不但安尼。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是安怎？超越咱所会当想，咱会当料想，咱所求的。伫有所书第3章20节到21节经文安尼讲：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气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耶稣基督，互上帝。到伫咱世世代代无穷无尽，所以上帝要赏赐咱的，照中文的翻译讲，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要赏赐的超过亚伯拉罕的计划，吼！上帝要赏赐是伫伊的应允中间的囝，毋是伊家己去思考这条未通，伊家己去用因太太，当然是因太太。甲建议的啦吼，伊用女婢下嫁，佮生一个囝，讲这我的后代，拢毋是上帝的计议啦吼。所以人爱会晓去顺服上帝的带领，吼，咱莫用家己的计划，吼，莫用家己的计划。什么人会当得救？什么人会得救？咱讲咱去传福音。咱要所有的人传福音，对吧？因为圣经叫咱着爱传福音嘛，来带人来信主嘛。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大使命，使徒行传第1章第6节到11节讲真清楚。咱着爱去普天下，甲人
来甲伊洗礼，伫奉爸囝圣神的名，搁来将耶稣基督的教示拢甲因教示。咱要引错人洗礼，但是我咧讲，毋是逐个人拢会当信主得救哦，有条件呢。你可能想讲，牧师，你敢有讲毋对？圣经毋是甲咱讲，迄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吗？吼，有朋友毋是基督徒，来甲我讲，伊甲我挑战啦吼。伊讲吼，我捌的吼，毋是基督徒的吼，啥物功德会吼，做的好事吼，拢比恁较济。我讲这我承认，阮真正有真济物件，阮做了无够好吼。伊尾也问一句话，请问，伊敢会当亲像恁共款入天堂？你要听人安尼甲你问无？捌吼？啊，你要哪应？我甲讲吼。会当入天堂无吼？毋是我咧决定，上帝咧决定。但是照圣经甲我讲的话，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安怎讲？上帝这么疼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世间，所以逐个人拢有机会，对无？后壁迄句讲啥？叫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有条件无？你若无相信，你要哪入去？叫一切相信的人得到永生，袂抵到伫失望内底。好，另外一位约翰福音14章，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后壁迄句安怎讲？若无透过我，无人会当去到爸遐。我请问，一个做足侪好代志的人，伊毋捌上帝。伊哪知影上帝是伊的老爸？伊哪要知影讲，我着爱转去这个天堂？所以道教的人，伊若过往的时阵，因请啥物人？伊毋是请牧师去呢？请啥物人？请道士，摕一个羊啊，对吧？带你去倒位？要带你去倒位？西方。我跟你讲，我不想去。你知影《西游记》的西方在哪里无？《西游记》的西方伫倒？印度。我死了是安那印度？我死了要去天堂啊！伊毋捌上帝，伊要安怎会当得救去天堂？圣经安尼甲我讲，我就讲到这。咱必须爱相信上帝，接受上帝的引带。如果阿伯拉罕继续坚持伊家己的计划，伊离伊写下家的囝，这就是我的后代，伊会当得到祝福无？坦白讲，袂使。但是伊尾也顺服，伊听上帝的话，伊听上帝的话。所以，什么人会当得救？迄个得救的秘诀伫倒位？得救的秘诀就是祈祷啊！得救的秘诀就是将咱的困难交予上帝，毋免惊。伫约书亚书内底，一开始上帝爱约书亚来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入去迦南地的时阵，一个少年的约书亚，上帝安怎甲讲？讲你毋免惊，只要安怎？相信，这是咱的秘诀啦。只要相信上帝会带路，咱就会当行迄条永远的路啦。约书亚伫入去迦南地做探仔的时阵，伊讲迄个所在真好，伊嘛无唬人，遐个人官强大汉，但是伊将伊的软弱交予啥物人？伊讲，既然上帝若恩准咱，一定安怎将迄个地赏赐予咱？感谢呢。伊挽靠毋是家己的空思妄想，伊挽靠是应允的上帝。其实今仔日咧准备甲咱分享这个信息，嘛咧甲我讲，嘛咧甲阮三级教会讲，因为阮咧经历建堂的这过程的中间，阮足需要来倚靠上帝。阮会惊无？会惊无？
牧师对2021年对美国转来，就来三协教会，应该是讲我受因的邀请转来，甲因做伙建堂。啊，我就开玩笑甲阮的同工讲，我讲吼，我一落飞机吼，就派3亿的债务。我讲我人生从来毋捌欠遐济钱过吼。过来，我要甲大家三甲分享啦吼。我出去分享的时阵，人拢会问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啊，你伫美国牧会12冬，你啥那要转来？第二个问题是讲，你家己有土地，有礼拜堂，你啥那一定爱贴？第三个问题是讲，你若得去遮大间，去一半会使无？我用这3个问题来甲大家分享啦吼。2015年，我的牧师娘检查出肺癌了后开刀。逐冬就拢爱倒转来台湾来复检。2020年，阮转来的时阵，迄个时阵全世界还阁平安无事我1月底转来。有淡薄仔听到讲中国有啥物代志安尼啦吼。阮检查了后2礼拜，阮就准备要转去美国。英歌教会的洪牧师是我带大汉的青年。阮若转来接机送机拢伊。伊就甲我讲吼，19年的12月，三协教会牧师退休，伊接小会议长，就咧退教会咧找牧师。伊讲我足适合的，伊拢叫我二哥啦吼。伊讲我感觉你足适合的吼，因为我第一个牧会教会是鹿港，嘛古迹的教会，我创办观光3轮车吼。伊讲我甲古迹的教会拢足有缘啦吼。伊讲你足适合的，我甲拒绝啦吼，因为伫我的头壳底，我完全无想到要转来台湾。牧会的计划吼，伫我的计划，我伫今年我伫美国就退休我今年我就当退休这是我的计划，亲像阿伯拉罕共款安尼啦吼。了我就甲拒绝了，我就转去到前脚离开，后脚2月，咱台湾就疫情，美国嘛疫情，美国放，伊感觉无代志，伊感觉亲像 SARS 拢是攻击亚洲人尔。到3月19号，忽然间，阮接到命令，所有的公开聚会拢总禁止，65岁以上的人拢袂当出门，大概2年久的时间。我就咧想讲，我甲答应一间细间教会要帮因开拓，因要甲因的迄个定存摕出来，聘一个牧师，要来冲一个安尼吼，结果拄着疫情，我就找教会同工来，我讲安尼。无，恁去聘一个兼任的牧师，甲恁的钱会当省落来吼。我家己来祈祷，看上帝要安怎运作啦吼。所以我就甲上帝祈祷讲，我嘛毋知即摆的情形到底是安怎。我讲就互你带路啦吼。第一个甲我接触的吼，我就去安尼啦吼。我做这个决志祈祷了后，过一天，已经是我拒绝了的过一冬吼。2020，我2021年。来教我的教会同工安尼讲，过工我接到一通对台湾敲来的电话，伊讲牧师，阮有读过你的博士论文，我博士论文啥礼拜堂建筑，伊讲阮所需要一个牧师来带领阮建堂吼，阮已经讲足久讲真侪代志安尼吼，你毋知伊啥物人？三协教会大议长了，我先来测一个，我讲上帝足厉害。所以伫祈祷了后，我就答应要转来就甲因开始接洽甲伊接洽。所以因为安尼转来，阮的主委王连庭长了讲，牧师足大胆的敢转来接建堂的教会啦但是我伫去年的年底的即个感恩的聚会中间，我甲因讲，其实我是足无胆，因为我毋敢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既然安尼，我治了过工就敲电话来所以我就转来当然。真单纯的意思就是转来陪因行这条路。既然上帝予我有机会去做调查、去做研究、写一本册，我袂当空嘴报纸所以就转来做一个实践阮的教会是1876年10月初5，马偕博士所设立的教会，所以今年149冬，明年就150冬咱教会明年70冬嘛阮有3个聚会所在，礼拜堂伫民间聚会我就无讲阮有3个家己
教会伫聚会的所在。第一个是陈文赞长老啊，伊是医生，伊受马街的影响感动，伊就奉献伫老家2间厝体，互阮用。吼，你若有机会去老家，就当看到即2间。但是真可惜，阮1900年搬出来了后，就去互占用到现在。吼啊，阮即马已经咧伫司法的中间，吼，希望会当讨倒转来会当做即个宣教中心安尼吼。好，这为阮祈祷啦吼。了后伫1900年进前，阮就有长辈讲咱教会的发展吼，所以迄2间无够用诶，咱买即块土地来起厝，就大家就开始来起做。所以伫1900年的时阵，阮就来起礼拜堂。迄个时阵，你要请人来起厝，要找基督徒的起厝的人，基本上是足无可能啦吼。所以起好了后，伊知影讲吼，阮要做礼拜堂是要拜红毛番的上帝，搁迄个好手的上帝，吼，伊就足受气的，知影？你毋知影伊受气，伊做啥物代志？你知无？互你摇看觅啊！伊伫阮的牛顶悬放一块即个，伫老街边仔啦吼，即个物件，即啥物物件？吼，毋知啥物人的王牌啦吼。你毋知放王牌的目的是啥？要救助住伫内底的人，啥物人住伫礼拜堂内底？牧师无就传道者嘛吼。加在啦吼，阮伫历史的中间记载，阮也无牧师，也无传道者，有安怎啦？因为咱所相信的上帝是安那上大尾，会甲咱保护吼，亲像伊是甲阿伯人讲的，我是你的保护者吼。好，但是即项代志对1900年互三协教会一个足重要的功课。互你什么功课？叫做和睦相处。我来甲恁问一个问题吼：建堂上困难的代志是啥物货？我定定问这个问题，下骹就甲我比安尼，毋是讲 OK， 讲钱上困难啦吼。我后壁讲阮第2个礼拜堂，吼。即个完成吼，互恁听，恁听看觅，看是啥物物件上困难啦吼。1900年，阮用第2间的礼拜堂嘛吼，这第1届建堂哦。1924年，阮一个所长老，伊就喊起讲，教会阁发展啦，咱爱阁找所在来买土地来起礼拜堂。伊毋是空嘴报纸，伊真正家己台北市2间厝卖掉。100%就奉献做建堂的基金，真可惜，阮第2个礼拜堂，吼，第2摆起的第3个土的所在，吼，第2摆起的即间是1952年，1952年才开始使用啦，吼，安尼几档？28档。即中间发生2项足大的代志。一项就是1944、1945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你知影战争结束有一个物资会去用管制，迄个物资叫做建筑的物资，因为政府爱先用。吼，这个注意听这个，我念伊会解说这个部分吼。阁有一项大代志。甲台湾本身的代志，政治甲经济的代志。伫6月的时阵，咱咧纪念1949年6月份发生一项国民党战败，撤退来台湾了后，发生经济崩盘，4万块换1块。1949记起哦，阮对24年开始讲建堂，1944、1945。了后，1949拢起袂起来。1949 4万块换1块，啥物概念？今日牧师拍开手机的 App， 看我的口座内底有4万空1块，哈！我明仔载要来买一间厝，我看路边搭一个4万块的，所以我就明仔载要来开市，我就要来买一间厝。结果目睭及8金一间厝，尾也剩1块砖啊！你知影迄个差别无？
有困难无？4万倍的困难。1949年，阮伫1952年8月初10开始伫新的礼拜堂聚会。伫经济上困的时阵，3年完成；伫经济无困难的时阵，拖25年，拢无完成。经济敢是上大的困难？拄则我咧讲的，和睦相处才是最大的困难。上帝互阮一个功课，真歹势，阮即届建堂讲超过30几年。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主张讲，阮有家己的土地，佮有原来的礼拜堂，遮尔古色古香的礼拜堂，是安怎都爱拆掉重起。连尾我才甲咱解说。古早的水泥是安尼包的，内底一圆薄薄的塑胶，所以真厚淡去。三峡最出名的就是潮湿。魔术馆有4台除湿机，一工拢爱2趟。所以水泥若定起要安怎？咱中间有人有概念，还是讲有学化学就知吼？水泥的化学变化叫做不可逆。伊无法度去变成做原来水泥有黏性的土粉，无法度。但是你知影，就是伫迄个4万块换1块的经济困难的中间，阮的先辈真勤俭，就甲伊讲好水，然后甲伊搁磨做粉吼。阮的教会伫东初时期的时阵，伫1952年完成，伫1947、48、49开始，因伫遐所在。因是土水师傅画图，迄个时阵无有建筑师画 blueprint， 无有蓝图，所以无有法度做保存登记，无有使用执照，嘛因为安尼无有安全检查甲消防检查，所以阮真想要来办真济的社区活动，袂使。那较严格来讲，阮伫内底礼拜嘛是违反公共安全。因为咱礼拜堂是公共建筑，一定要有安全检查甲消防检查，安全的问题甲使用空间的检讨，所以阮一定要去。这个模型吼，牧师做的啦吼。阮爸爸是画家，自细我拢对伊画图，做一寡工艺安尼吼。我是安怎会做？就是因为阮的主委甲建筑师讲，你找一个模型公司，替阮甲做规个礼拜堂吼，阮会当留去做纪念。建筑师去查讲吼，因为你无蓝图嘛，所以爱请人来测量，安尼爱10几万啦。搁做模型，嘛爱10几万啦。吼，我袂堪伊人去。我当时开550块去买一个红外线测量器，娘我讲我家己来做，我就做起来，所以我就趁30万以上。哦，好，这是阮3个所在拢无理解远啦吼。阮规个礼拜堂其实是真水，我嘛真介意吼。伫咱的周报内底，你会看到这张的相片。这个就是阮伫1楼的讲台后壁有这个窗啊。这个窗仔去用封掉50几栋，阮有50几岁的执事吼，讲伊从来冇看过有这个窗仔，伊唔知影。吼所以证明讲关50几栋，关偌久我是唔知影。因讲吼伤插目啦，所以甲伊关起吼。我感觉这是阮三峡教会内底上水的一个窗吼，代表啥？代表三一上帝。所以阮伫新的造作的中间，会甲这个窗仔放伫礼拜堂的上顶头，阮将来会设计。因为我转来的时阵，我定定甲阮的兄弟姊妹讲我转来要甲恁做伙来建堂哦。你毋知因甲我反应安怎？你知影？4个字，互你约，你嘛约袂着，说而已。为什么？因伊讲已经讲30几档嘛，拢煞袂行啦。佮拄着疫情，因的心情信心彻底，你知影？因为阮本地估计是1亿差不多4000万，伫疫情的中间变做5亿，拢毋敢叮当啊！了，阮伫等，尾啊2亿5千万来发包出去我足介意这个窗啦好，阮有真水的礼拜堂，嘛有真水的园啊，这个我嘛足介意，所以阮甲这个
这个形放伫阮新的礼拜堂的设计内底，你会看到阮有一个双哥德拱的设计吼。阮从这个这个形象甲做一个转移到伫新的礼拜堂内底。我嘛做翕相，这是我伫阮的园内底翕的青枝吕秀妍我捌伫2023年办足侪个活动，互阮的兄弟姊妹有时间甲规个礼拜堂来做过时。伫这中间，我有举办一个画家的联展，我邀请地方的画家我嘛提供几幅图伫内底我画一幅图就是阮的园，我号做上帝的园。我连要甲咱讲这个故事啦吼。我伫台北市的工务局的网站找到讲，现代的RC墙就是钢筋水泥保用60年。阮对1952年开始使用，到2023年离开，安尼用几冬你知无？互你算看卖啊！我拢做来共考试，安尼我使用71冬，吼，阮使用71冬，超过年限。而且我拄则讲，因为水泥的关系吼，后壁迄个蓝染嘛是我做的，已经卖掉去啊吼。嘿，这是阮伫咧拆的中间，甲工地的主任做伙研究，讲过去安怎去吼。我先用后壁的图吼。古早伊用竹来做中量一尺2寸，然后放模。甲镜做伙吼，用2尺做一届的灌浆，其实伊毋是灌浆，内底呢先贴即个石头只你像讲即个墙尾的壁甲顶悬有需要的所在，才插一个铁基路，迄是铁基路人拍落来铁基，所以阮家己买起来放伫迄内底。阮用出来了后，迄个铁基路已经无成做铁基路的形吼，拢已经扬去好。用安尼2尺，再用手工落去敲水泥，甲灌入去，所以毋是咱了解现代的RC做法吼。所以咧卡这是阮找到伫内底古早的水泥吼，古早是50斤一包吼，即摆用45公斤尔吼。这是古早阮咧起厝的一个情形，阮有一个古井，这个是阮的古井吼。就是安尼贴石头贴掉了，才灌水泥。来连起来安尼我转来的时阵有看到阮的十字架无擦白色的，就暗闪。阮的执事摕伫后壁，阮总务的执事我就讲，咱起来甲十字架擦做白色的。伊讲好足顺服牧师牧师就要做就去哩我就讲我足爱白的我就要去哩。伊讲牧师慢，我白就好，伊比我较轻，伊大概我一半的重量尔。但是虽然安尼阮落来去用念呢，是安怎去用念？毋是对阮无礼貌，烦恼阮。这是阮内底井塔内底，你看迄个铁基正平，这铁基拢流出来这是牛拢放去这是井塔的天棚嘛拢放。阮足侪所在拢亲像安尼。倒手边即张的相片呢，即摆阮无顺利咧帮助阮的长老插花。知插花进前爱。这个海绵爱泡淡嘛，阮礼拜堂后壁有阳台，有通抢水，阮牧顺就去抢水，插好了就爱灌满水嘛，对无？所以第2摆出去，倒手边才就放落来。感谢上帝，71年来，遮放遐放拢毋捌有人受伤，但是咱袂当甲这个责任讲上帝你家己来负责就好毋是啦咱来甲上帝同工阮甲礼拜堂交互工程公司，因就估计用5礼拜要甲阮拆，结果1礼拜就完成啦。麻烦一下要有声音这个影片要互咱来看你即摆若看人咧拆厝怪手头前拢有一支尖尖的爱用哒有无？阮咧拆时你袂听到这个声你注意看，有一块足大地水泥，到尾变做安怎迄地大地，即地你看即摆差不多讲的都拢浮去你看伊落落来的时阵注意甲看，完全浮去这是阮为什么一定爱拆？因为阮有请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来做鉴定，阮超过会当整建的标准以上，因建议爱拆建
啊，你要看两台怪手的涂骹，你看袂到一角一角拆落来迄种涂皮啊，拢无，拢总浮去，吼。上帝足疼阮哦，你看边仔迄条路是淡淡的吼，乌乌无？迄一礼拜中间拢落湿湿啊雨，落大雨就爱停工啊，落湿湿啊雨吼，拢袂营养。你看，阮的营养介少。你若看遮尔啊富吼，营养介少吼。啊，你看，敢若一个人伫遐咧喷迄个水尔，你若照讲工地咧拆，无可能敢若安尼尔吼。啊，上帝真正足疼阮，阮伫整个的过程的中间，得到上帝足侪恩典吼。啊，阮所有的门窗拢是耳朵机的，工地嘛拢耳朵机的吼。啊，这遐个铁机啦吼。啊，阮拢甲留落来吼。阮领受足侪恩典，我讲几项啦吼。阮伫破土礼拜时阵，2023年10月初8。是阮的开设147周年的时阵，阮邀请台北中会议长，就是我初大汉的青年英歌教会牧师，伊来主持。迄一礼拜吼，拢透风落雨。结果吼，我去到伫阮组的所在，阮的长老甲我讲：牧师，你昨暝好困无？我讲我足好困的。伊讲你阁困下去，昨透风落雨，你袂烦恼吗？我讲吼，啊，我要烦恼啥？啊，我烦恼也袂出日啊。啊，若落雨，我嘛穿安尼来吐土，因为迄是上帝日子嘛。上帝偌恩典，你知影？11点，天完全开，完全无云。红牧师，阮甲摆伫迄个棚仔外口，规身躯汗吼。啊，我有邀请立委、区长、市议员甲里长来，因为我甲因讲，这是阮教会代志，嘛是地方的代志，因为阮伫遐已经140几年吼。啊，所以因拢有来。啊嘛真欢喜，甲阮留落这足重要历史的记录。在地人无叫阮三甲教会，嘛无叫阮老名三角宴教会，因叫阮马街教会。所以吼，我有一个真大的感动。马街伫因的印象中间是遮尔啊重要，所以我就画一线马街的头，放伫阮的角头啊。了，我有请阮的干事用 QR code。两个，一个互因入捌三角教会，一个入捌马街，吼啊，伫迄所在，啊，阮期待，阮边仔迄条巷仔一半地是阮的，我有甲区长讲好啊，迄天来是鸿门宴啦吼，我讲阮以后即条巷仔要叫做马街巷吼，啊，你知影政治人物吼，好，没问题，没问题，啊，伊讲阮有录影吼，吼好，阮有足侪物件爱留啦吼，爱放仓库啊，啊，找无呢？若毋是价钱袂合，啊，就是所在袂合。结果阮一工吼，阮一个执事就来讲，牧师，哦，内部吼有一个工厂会当互咱放吼。我讲哟，啊那去内部伫倒知无？咱伫新竹苗栗遮有新埔，有北埔，对无？啊，中埔伫倒位？中埔伫嘉义，要去阿里山迄个上山迄个所在，落高速公路就叫中埔啊啦。啊，内埔伫倒？伫屏东，有近无？足近的，我甲恁的反应共款。我讲你去，这要找到遐去？伊讲啊，毋免钱呢。哦哟，车毋免钱哦。伊讲吼，因咧做人迄个冷冻食物、干燥食物的代工，因上远送到伫新竹。统一的背面吼，内底干燥拢伊的，吼。伊讲吼，咱若有需要吼，因会顺路来新北，听好哦。伊对屏东送到新竹，咱若有需要会顺路去新北，有顺无？我咧讲，有听就顺啊，对不对？吼，有听就顺啊。好，毋单安尼尔，仓库免钱，车免钱，站帮伊招咱。包装材料伊提供，运搬工伊提供，啊有感谢无？我若算起来，这3档大概省200几万。阮去好时爱搁走5逝转来哦，比做因欠阮济的。哦，上帝足恩典啦吼。头家娘是阮的姊妹，嫁互一个无信主的先生。伊甲因的先生分享，伊的先生讲好，教会若有需要，咱就有营用的所在，啊，你就甲牧师讲，啊，恁会当来安尼吼。阮5逝的车，大概咧搬进前拢落雨，车来吼雨拢停，车走吼又开始落雨，5摆哦，一点都不夸张，我都有照片可以证明哦。咁毋是安尼尔，我足感动的是吼。
因为头家娘的关系，因公司所有的员工拢信主，包括这位书记先生。伊要离开的时讲，牧师，请你甲阮祝福，互阮平安倒转去屏东。5摆拢安尼，毋但安尼尔，伊边仔迄个义工伊嘛是基督徒呢，我就够感动的就是安尼我1月12日受邀请去万巒教会，万巒教会只有37个人咧聚会，因一听到因长老在坐伫阮遐聚会，伊咧讲到教会要建堂，伊讲无请恁落来分享，阮已经几若当无牧师我嘛需要受刺激，伊嘛足热心替阮捐献，义卖买物件，佮得到50几个猪脚，阮公开了就秒杀我就想讲无够，无我脚笃笃的嘛起来买我带东港就去看阮的仓库，你看下骹是冷冻库，顶悬铁柱包好势对无？袂晒日，袂扣风，放伫内底偌好咧，佮常温26度，上帝有听阮无？有够听阮的足好的所在足好的所在阮本地真烦恼，开始学这定式会有问题，因为阮离溪大概差不多5-6公尺，离三剑河大概50公尺。阮古早1952年迄个礼拜堂的石头拢三剑河来的，阮迄个所在叫做单溪，伊就是意思讲溪本来走来走去嘛，迄个时阵就已经走去别位阮即变做溪埔所在安尼好。感谢上帝的保守，迄个时阵汐止有一个建商边仔的厝倒去佮开始学的时阵，三重埔嘛有一个案件，所以阮足烦恼的感谢上帝的保守，阮拢无代志啦阮拢总11摆我无介绍即个11摆大面积的灌浆，上帝拢足听阮11摆拄则讲5摆尔对无？即嘛11摆，灌浆上惊晒日。落大雨嘛袂当灌浆，上帝互阮洒雨，当然较辛苦灌浆的同工啦我其拢会甲因道谢，我拢在场我拢会去看念伊佫甲咱讲啦阮有得到足济拄则讲50支猪骹嘛我的阿公最后墓会是伫花莲港，我有转去阮家族的故乡花莲港，我去募款。有一个兄弟弟了后，就甲我讲，牧师我本地昨要转去台北我的教会聚会，但是有一个声音讲叫我一定要留落来所以我留落来。听了我有感动，伊当下摕伊的妹侍候我。恁教会若需要代理少你甲我讲，拢算我的，伊是代理少的头家。爱偌济钱我毋知影，像咱的代理少安尼我请公务公司甲我估计，若准泰鲁拢总瓷砖若总卖用。本钱省350万啦，听讲代理少的价钱大概是瓷砖3倍以上啦安尼，所以上帝足听阮啦阮的建筑师对帮助阮变更设计嘛，无甲阮收钱，佮来石牌教会拄则讲到上帝的园，我画一张图和这上帝的园，结果我就捐互教会做义卖嘛，有一个石牌教会长老是阮教会接触的，这伊买去，我伫遐。去甲因分享的时阵，伫台语的时候，我无想到，华语因只有18个人聚会，我有一个感动讲，我画一张图，上帝的园恁的长老买去，这个内底我说你们的长老买的那一张画，安尼有人竟然会听唔到，落去甲长老的先生讲，刚刚那个牧师说三峡教会新的上帝的园，你要捐献，迄个。长老先生下晡就来我讲，牧师，我本地就有感动上帝佫透过人甲我提醒，我就马上甲你讲，恁教会以后起好了，所有的花草拢算我的，他是园艺公司的老板，感谢主偌济钱我嘛毋知影我嘛得到国宝级的画家、艺术家陈锦龙教授，伊要提供阮一个伊做5档。这个马赛克的图要放伫阮的3楼的展间的头前即马咧最后确定的中间，阮有足侪文件，我就无一一的介绍阮7月24灌礼拜堂厝顶的墙啦这工人真正是足辛苦，我若去我拢会甲因道谢。
因拄开始的时候拢总难摇的，伊毋捌听过一个业主去甲因倒写啦吼。啊，即摆已经听啊足习惯啦吼，即摆拢会甲我应啊呢。啊，应该啦，你家恁的礼拜堂去好吼，是我嘛足公平的吼，即摆佫讲一套安尼吼，嘿，袂歹啦吼。啊，即摆阮已经差不多逐所在拢看会到阮的礼拜堂的建筑，啊，我嘛因为安尼甲阮的兄弟姊妹提醒，阮的建筑物互人看会到，但是迄毋是教会，教会是啥？教会是人，因为信仰的关系，领受着上帝的呼召，伫遐来做传福音、听人的工作，这才是教会。阮的教会如果干那要去一间真水的礼拜堂，安尼免去；若要去一间礼拜堂，要伫遐真爽快礼拜聚会，安尼免去。咱若无有宣教的意向，这个礼拜堂就无意义吼。所以一直咧甲因提醒，咱的教会要安怎互人看会到，较是重要。人若三甲的人想到有啥物款的需要，就想到咱的教会，安尼咱就成功啦吼。所以我一直甲因提醒吼啊，阮红色的箭头的所在，拢会当看到阮的礼拜堂即马新的建筑物啦吼。所以因为安尼来互因，来等下吼，等下即个好。第10摆的冠军吼，我小可漏开，你知无？因为迄一天吼天气遮好。冠军的时阵，我拄则讲11摆拢下小雨嘛吼，结果第10摆早起我去的时阵吼，出大日啦。我一落来，阮的对面毋是教会人，伊足关心教会，就甲我讲啊，牧师，啊，恁的上帝足听恁的吼，啊，前9摆拢落沙沙啊雨，伊拢有注意的，他也是我们见证人吼。啊，今仔出大日呢，啊，我毋知影要怎应啊，我当想讲啊，今仔面积较细啦。咱即摆看中迄个吼，迄是镂空，迄无灌浆。即摆悬的所在是伫迄个楼梯安尼细细的尔。我今仔面积较细吼，所以上帝爱阮家己压水啦。你毋知影？上帝给我打脸，这是迄天下晡3点半。伫要灌浆完成的时阵，上帝讲来，我来就好。吼，大大的打，啪啪吼！我真正是感觉足见效吼，我的信心啊，遮软弱啦吼，我的烦恼，我会惊啦吼，所以上帝佫一届甲阮讲，毋免惊，伊尾来用2个琴甲我讲，我甲恁约定的，我一定会持守，我是你的保护者吼。我这是互我足大的反省啦吼。啊，阮啊也伫这个要管礼拜堂厝顶的时阵，迄天早起嘛是天气袂歹。啊，进前一天，阮本地按算是进前一天要灌浆，结果灌浆的车歹去，甲阮延后吼，毋是阮的问题，甲阮延后，结果加载阮无伫进前迄天，因为迄天出大日，结果因为进前天天气太好诶，所以因就派一个10工伫遐咧压水。上帝讲，哎哟，安尼压是要压到当时我来，一波又一波。落一个就停一个，啊落一个就停一个，安尼吼对灌浆上好，吼啊感谢主，阮迄天因为一般叫做送粮啦吼，啊阮的包厢是咱的新竹中会桃园丰运教会长老，伊足坚持伫工地内底袂当夜香，所以每一个无共款的阶段，拢我去祝福祈祷，啊我迄天嘛带。工程公司甲工人，我迄工人足趣味哦。牧师，你搁伫遮哦？啊，你要搁为阮祈祷吼，互阮会当平安哦。吼，感谢主，听入去啊吼，听入去啊吼。啊，阮厝顶已经灌好啊吼。阮8月底的所有的硬体拢会完成。我带我的牧师娘去工地吼，我一段时间就带伊去工地去行者，你看，伊行啊遮细致吼。我讲若像你安尼行吼，迄工人就免等遮吼。但是你知影吼，就是这么困难。你也想看卖啊？伊对1楼要灌水去顶悬，皮喘，足辛苦的吼。伊若要去楼骹便所，嘛得惊啊皮喘，搁起来。吼，啊，阮感谢主，阮有足侪的包厢真配合，啊，这就是要关献上帝的园的花草诶，这个长老甲伊先生吼。啊，阮真侪的同工拢愿意甲阮配合，阮有足侪协调会吼，密密麻麻的吼。这个所长了，恁毋知其实无？是我伫咱教会出身的，吼啊，伊嘛真意外，我甲长老认熟识啦，吼
啊，甲伊伫5月初3甲伊见面，啊，了后我问讲，啊，你即摆咧做啥？伊讲我做太阳能光电。我讲吼，真正上帝足听阮。我一直咧找太阳能光电，找无人要甲阮做。伊即摆已经答应要甲阮做啊，吼，给我们很好的优惠安尼吼。这是上帝足大的恩典吼。阮的硬体是2亿5千万啊，室内的装潢甲设备大概5000万。阮预计伫明年10月初3。阮庆祝150周年的时阵来献堂吼，往这个目标来行啦吼。啊，这是阮的设计吼。啊，阮有这物件。阮有2楼的礼拜堂是要互欢喜敬拜赞美，6楼是传统的礼拜吼。啊，阮伫甲所有的空地，上帝的园就留伫老街这边遮，阮会用一个迎宾的空间，而且阮有一个完美景点，而且搁完美景点的这个楼梯下骹。有要做厕所，所以你若去三峡老街，你就会看到一个地图，正手边这个地图顶悬左手边就写一个三峡长老教会后壁厕所。有人可能因为需要方便，一辈子第一次进到教会来，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哈。所以阮会训练阮的同工来做导览介绍。红色的就是阮本地想要做，但是无法度做的代志。阮伫3楼有起11间的大学生的宿舍，因为阮三峡上新的区叫做北大特区，是台北大学伫迄个所在。阮希望会当做学生的工作，亲像咱也提供互大专中心安尼吼。阮希望会当伫这个方面，嘛因为安尼，所以政府啊，阮73坪管理委员会的空间是无计算伫容积率内底。阮就甲设计做艺文展览空间，希望将来三峡的文化人士想到展览，就想到阮有真好的所在，会当提供互因啦吼。嘿啊，阮有少年大学，嘛感谢上帝，互阮伫周间会当租学校。一般学校租周间拢无爱租人吼，啊足稳定，啊伊互阮拜2拜3。啊，我嘛希望将来会当去扩展吼。阮有足侪设备新的，啊，个空间遮尔大，1603坪吼。所以阮有真侪需要啊，邀请咱为着阮祈祷。你若想有趣味，继续知影阮的进度，你会当扫顶悬的 QR code 啊来加入啊，我不定期伫内底会更新资料。啊，你若感觉讲这个好像无需要趣味啊，啊下骹是我个人的 line 啦吼。啊，我会当甲咱来做伙来分享吼。上落尾几分钟的时间，请咱看一个回顾的影片。阮伫马街博士来阮三峡来开拓教会了后，阮就受到真大的恩典。教会捌发展到差不多约莫到200人吼。啊，但是阮即马疫情了后有较新吼。阮即马目前也有。虽然无方便，但是有增加吼。大概即马140几个人咧聚会中间，我倒来是阮只有90个人咧聚会吼。迄阵拄啊疫情啊，2021年吼。啊，阮也来回应上帝的呼召。阮行这条无介简单见长的路，但是阮相信上帝既然开启，伊就会带领，也会保守，为着阮开路。所以阮邀请咱诚做阮大道的勇士。阮真毋甘过去的礼拜堂建筑会拆掉，吼，啊，就是伫真无法度的中间，阮是安怎倒爱去遮尔大间1603坪？我倒来的时阵，甲阮的兄弟姊妹、甲阮的同工讲，恁的设计礼拜堂，恁的思考是啥物货？是切鸡卵糕，我要即块，你迄块，也是咱思考将来20-30档咱宣教的使用？如果咱用即马的需要，阮可能去2/3就有够啊，但是有可能阮20-30档会发展，啊，将来你要搁卡一摆，搁起吗？所以我甲阮的同工鼓励，咱甲起好满，咱伫这个时代担责任起来，互后代会当足轻松来做伙来做宣教的工作就好。我讲我着对美国转来啊，你是咧惊啥？我是足好的说服啦吼。啊，所以甲因做伙来行，吼，啊，也真需要大家做伙来为着阮来祈祷，啊，阮还阁有真长的路爱行，啊，我有一天甲阮的兄弟姊妹来提醒，我讲毋是献堂了就无代志安尼，你若买一间厝，你贷款爱还几档，
爱行20担、30担嘛，敢毋是？所以还佫有头前爱行的路，大家真正是爱较严严做伙来行吼，爱回应上帝的呼召要安怎互上帝来使用？阮这个空间就是要对社区开放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要来做宣教的空间。阮希望会当透过安尼，会当甲社区有做真好的连接我嘛一直咧甲阮的三角营的这个发展协会、蓝染协会，甲因有真好的关系，甚至甲明治大学的社区发展也有足好的关系希望会当甲因有这个合作带因入来伫教会内底。阮真需要搁较济带导的勇士。哎呀，感谢牧师甲小会温准我，伫遮甲咱三角有分享，也邀请咱来成做阮带导的勇士。诗篇163、160第26篇是阮建堂的经文。上帝要透过阮的建堂，互社区看见一个真荣耀的光明伫迄个所在，也要互阮看见伊奇妙的作为伫头前的带路。阮会经过艰苦，但是上帝温准阮、应允阮，将来要收割济济。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阮会当有机会来到伫公园教会，甲同工、甲兄弟姊妹来分享主你互阮的意向，甲你的信心。你爱阮毋免惊，只要相信，只要愿意对你的脚步来行，你就会来带阮头前的路。求主你继续来祝福阮三个教会伫建堂甲宣教的事工顶悬，也将公园教会。伫牧师牧师甲正同工会带领下面，伫这个所在会当成做社区的帮站，做利益人的工作来荣耀主你的性命。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阿门。请三角来吟回应的诗，信诗594首，我心免骄疑，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实现的同工。请起立敬奉献的诗。上下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使阮主耶稣基督，互阮通得到你的救恩。阮也为阮所领受对你来丰富的才能、陪伴，甲看顾献上感谢。也恳求圣神保守阮，常常知足。阮只将金钱奉献予主做圣工路用，求主甲人阮敬虔的奉献，也恳求圣神引带阮教会用这金钱。最主要，阮做圣工甲传福音，通用光主的名，互较侪人得救。阮当心下面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煞者来报告，请文静长老。谢谢大家平安。今日减足一人，有个人去五节教会吼。来，咱真欢喜，真感谢李金和牧师今日来到咱中间分享三节教会建堂的事。多谢阿姨，谢谢。我也伫台北咧做参与到合作社的时候，捌去三节教会过。因为楼地板是有弹性的2楼的楼地板是有弹性的。看到伊拄只迄个拆除迄个，真的是70几年来无因为楼会倒落来受伤，甚至是死亡的事，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保守。迄个真的是真很难得的历史建筑物，但是真的不拆，真的是不行了哈。好，咱因今仔日的预备伫楼骹吼，因刚刚的介绍讲油饭特别好食，料阁济吼。但是你对毋知抢要有通个抢会到无吼？以后若有需要，会使打三节教会订油饭吼。还有一个土豆，毋是豆干啦，豆干讲是长老做的吼。内底真侪拢是因的会友来制作的，毋望你会当欢喜伊人讲毋好互因搁再倒转去啦，吼，安尼吼好。这个建堂是一个真辛苦的事。好，咱即摆来讲咱的代志吼。咱
背楼迄个图，吼，背楼迄个图，我来头口讲吼。这个图吼是咱八楼要搁做整理的时阵，咱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华语会当起来遮来做礼拜。华语起来，它的迄个敬拜赞美，迄个跟我们传统的目前的传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当中做调和。拄则李牧师有讲到，无论你要空间的改造，还是要建堂，迄个和睦介重要。所以这个是经过几啊摆敬拜团甲圣歌队有参详讨论过。最后差不多是会用这个方式吼，咱的圣餐桌会刷伫上后壁面，哦，我迄个十字架架底面，来咱这个讲道的部分会分做一个师会道，一个是牧师讲道的道，安尼吼。来这个所在咱会增加到这条线，拄好即摆为明泰长老坐这个中这条线，这个我们整个会扩大。扩大本来是钢琴要刷起来这个所在，但是迄个钢琴刷起来的时阵吼，咱迄个彩虹迄个圣诞剧的演出的时阵吼，这台钢琴爱个搬落来，会足麻烦。所以尾啊，把钢琴维持伫这个所在，这顶管这是放迄个敬拜赞美的歌，哦，安尼这个中间，我们看起来就是有一个空档这个就是那个敬拜团上来以后，敬拜团就会在这个带唱的主唱的主领的就会在这个中间，然后他们唱完吉他或者是谱架这一些，他们就是要自己带下来，换场到台语礼拜的时候，我们就鼓那个地方，也许会用布把它盖起来。因为我们过去的讨论，有一些会有在讨论说，我大家订过来礼拜，大家订怎么布满东西，他会觉得很乱所以我们有可能会这样的处理。然后我们的这个电钢琴会换到这个地方来，会换到这个地方。然后圣歌队大概会坐到这个墙的这个位置上，到位置上。有人在讲。剩外队员坐喺遮，我若坐喺遮的时候，我一直被盯着，所以后来就说好吧，那我们这里也是圣歌队员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同一队的没有那个我被盯着的感觉。大概目前的状态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今天要向大家做报告，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提供你的看法、你的意见。在做一个那个有做那个什么宣盖区，有文字写宣盖区的地方是祈修长老是希望能够底下能够有一个储藏的一个功能那今天那个祈修长老所认识的那个木工师傅，他们也已经把那个图送过来跟祈修长老在讨论是不是能够照这样来完成？我相信在圣歌队这一区可能还会有意见那这个琴换到那里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意见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因为我们只有一个这个堂嘛刚刚听到李牧师讲，他们在3楼跟6楼分别华语堂、台语堂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干脆7楼当华语堂，7楼整理一下是不是能够调整不知道啦但是目前。我们的进度是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进度是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好，这个是我们有关于这个礼拜堂我们这个空间要改造的一个报告。再过来第二个是我们圣礼典是9月7号，那个补助指示谁那个我就不再重复来9月7号有2堂礼拜中要举行那个圣礼典希望咱。迄个会当来注意、来注意，会当尽量来到教会参与，还搁伫网络咧看礼拜爱转来领一个即个领一个圣餐欢迎所有的会友拢会当转来拢会当转来。
我的报告到这。线下我来补充报告哈。本主日下晡12点半，只要真理的课程，真做上帝出来的人，讲述是邱佩瑜执事。学青少基要真理密集课程哦，8月11號9點半，早起9點半，主理是羅牧師。第4點，聖經速讀班，每拜二按時7點半伫7樓舉行。主理是徐小陽長老，有實體加線頂，歡迎兄弟參加。第5點，本主日8月10號，美比谷主日學伫宜蘭5個教會舉行退休會，主日學暫停一屆。第6點主日學美比谷8月23到24號，拜六甲拜日舉辦新結營，對象是新國小1年到新國中1年的學生，費用是1人500塊，歡迎報名。第7點，團導組有定伫9月20號拜六下晡3點舉辦本年度第2屆的洗手愛無限活動，地點是伫教會1樓，請兄弟邀請也未信主的親戚朋友、同事、厝邊來參加。若是有受邀請的朋友，請伫8月31號之前，玉山幹事登記報名。第8點，公園學院後禮拜8月17號禮拜日下晡1點，伫教會1樓舉行實用 AI 入門免費的課程。主理就是我本人會分享要安怎使用的 AI 的工具來幫助個人的讀經、信息的分享，增加你的做工課的效率，嘛會分享 AI 的市場的趨勢，歡迎兄弟來參加。第9點，為懷疑到相信，傳福音的線頂的課程，時間是11月，費用是1人2600塊，歡迎徐瑞麟長老報名。第10項，青少年的家長讀冊會，為青少年立界線，2禮拜1屆，拜六下晡3點聚會。11項，新竹區讚美操第6屆培訓課程，每禮拜六下晡，歡迎春菊執事報名。最後一項，台灣神學院包辦的課程羅馬書，為9月6號開始，每禮拜六早起9點半，費用是1000塊，本會會友優待是800塊，歡迎幹事報名。無時間有補充。林和牧師是阮監班的同學啦吼，伊是藝術家，所以呢藝術家吼攏是做浪漫的所以上帝安排倒來吼來去做三甲教會。我想三甲教會阮也會真藝術啦吼，所以後擺咱若有機會去到三甲遐老街逛街的時陣吼，去遐會當參觀，可能每年吼。所以樓骹遐物件足多，所以表示足濟人來支持啦吼。所以談到咱文進長咧講的吼，遐物件款攏包轉去安尼吼，莫閣回載轉去安尼吼。所以也鼓勵兄弟姊妹，咱有真濟課程在佇8月這個所在，所以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咱兄弟姊妹來幫咱。8樓這個空間已經工作久的時間所以不斷有一個討論的過程吼，安尼，這是上愛大一個共識所以是無真大一個變化中間的互咱2個禮拜佇咱8樓中間會當來共同來進行這對咱教會發展有非常重要安尼，所以來是閣有一寡心內底感覺講閣還有一寡意見咱閣甲文進長老是甲迄個許修長老間是我溝通一下安尼吼，我們希望這是一個上愛大一個共識，無多逐項攏會當照咱家己的意思
不过呢，这是咱共同礼拜时阵空间运用内面上目前来讲上界新的一个局势吼。上帝帮助咱会当真顺利来进行。来敬祝福提献的诗，信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因是线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来敬。那愿主的圣神甲咱同在，互咱伫咱的生活的困难的中间，无有惊吓，信靠伊，因为主诚做咱的保护者。愿主守赐平安，甲咱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对。